欢迎收听11月2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尼希米记3章11到15节，紧接着他的手与人共饮。要来祷告 RPG 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5章19节。接着耶稣对他们说，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儿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看见父亲做什么，他才做什么。父亲所做的，儿子也照样做。耶稣讲到自己的身份是天父上帝的儿子，他照着天父的心意做什么，他就跟着做什么。而今天尼希米他也领受，他看见耶路撒冷城被毁坏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他的心里面忧闷、哭泣、难过，因为他知道过去是因为我们得罪上帝，所以我们经历到这样子的苦果。然而今天在看见这样的情况中，我可以做什么来改变？我可以做什么来参与建造？我可以做什么来调整脚步呢？有许多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人生中的大事，而这样的大事通常不是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事。不过有智慧的言语，德蕾莎修女说的，在这些大事当中，你可以做我不能做的事，我可以做你做不到的事，我们一起可以成就很多大事。生命中的大事要从哪里开始做起呢？要从需要我负起当做的事来做起，并且与人一起合作共事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见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，带着从国王来的祝福，带着这些人力物力和资源。可是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不仅是有反对的势力，并且在这当中这被毁坏的面积真的是太多了。一个曾经是久正的人，如何来重建城墙呢？上帝给他的智慧，当他愿意来做的事，上帝就帮助他一步一步的来解决，一步一步的来调整。在这当中，他兴起以色列人，甚至在今天的经文、昨天的经文、明天的经文都说到，连外族的人都一起来共事，一起来接着前人的手，然后传承后人的手，紧接着他的手。这句话呢，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昨天的经文、明天的经文都不断出现。紧接着他的手，其实是再下一段的原文，也就是其次，不同圣经版本都有提到一直不断重复的字，他们原来的意思就是紧接着他的手。当人愿意负起他自己的责任，在他家门前的城墙被盖起来的时候，而下一个人愿意继续紧接着他的手，盖好他自己要盖的城墙，而下一个人又愿意来盖好他要盖的城墙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紧接着他的手，这个城墙就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盖起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要一起建造教会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要站稳自己的脚步，把我们当做的尽心尽意尽力的完成，不偷工减料，脚踏实地，并且重要的是紧接着他的手，要成为那个连结的管道，传承的管道，上帝赐福恩典、怜悯、慈爱、公义的管道。天父上帝的心意就借着我们照着他话去做，他的心意就在我们当中来流动，在我们当中来连结，在我们当中来成全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也让我们看到，当这些人愿意一起来建造的时候，
不分是以色列人、外族人，不分是男是女。当我们愿意，我们就在所领受的呼召当中来执行我的权柄和我的责任。我们每一个礼拜三在祷告会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一段为基督徒被兴起成为守望者的祷告。这样的祷告不同于教会的祷告，因为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，是讲到一个群体；为基督徒祷告呢，是讲到一个人他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从他自己开始，他要被兴起成为守望者。守望者很重要的就是要能够看见远方是不是有危险，是不是有什么变化，他要在那里成为一个守望的人，并且把那个守望的情况来告诉身边的人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非常的重要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要行使我们的权柄。而在我们每次这样的祷告里面，我们都会为几件事情，什么叫基督徒被兴起来祷告。第一个就是要迎接神荣耀的作为，我有没有看见在我生命当中被上帝的呼召，还有我能够做什么。而在当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，往往环境的限制，往往从过去来的一些谎言，一些控告会告诉你啊，你做不了啦，这那么麻烦哦，这很难呢，会告诉你说你做不到，会告诉你说你不能做，会告诉你说这可能会破坏关系，这可能会减损利益哦，你做了上帝要做的事，可是你自己怎么办？可能你会有很多这样的声音跟挑战，但是在这个兴起成为守望者的祷告里面，我们更是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主权。上帝要做的事，我们就照样去做，如同耶稣所教导的。然后不仅是我们自己哦，我们还要继续紧接着他的手。可能我们是一个领受的接棒的人，可能是我们是一个传承的人，我们要继续兴起代祷的勇士，为教会来祷告，为城市社区来守望，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先站稳脚步，行使权柄，透过祷告，透过服事，透过每一天活出那真理的话语，我们就被兴起，盖好那个城墙，成为一个坚固能够防护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从主来的话语，并且让人的生命是经历那真实的平安，有神的保护的状况。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，在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每一个被兴建好，每一个被建造好的城墙，它连结在一起，就要成为那大事，能够让这个城墙，能够让教会，能够让人的生命被守护，被守望在上帝恩典和他的荣耀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，主，我们虽然有限，但我们愿意领受你的心意。主，你就一步一步的带领，不仅是建造我们，你更是建造团队。当团队每个人都愿意来付上代价，行使权柄，并且看见自己的责任，看见自己能做的就来行动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教会要被兴起建造，主，你的心意要被成就在这个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谢谢你预备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那个能筑墙的基督徒。当我们在这里筑墙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是在宣告主你的主权在这土地上，你的主权在我们的家庭，你的主权在我的职场，让我们能够隔绝那些不属上帝的心意离开我们当中。我们要建造那城墙，使你的心意
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成就在我们所在的地方，是经历上帝你的荣耀，是叫人的生命有盼望，是让人的生命被恢复身份，被恢复职分。父亲就成为父亲，儿女就成为儿女，那主管，那被聘请的那在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活出自己的身份，活出自己的角色，让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来运行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恳求主你持续的带领，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就成为那个紧接着你的手活出荣耀的儿女。谢谢你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。当我们愿意一起来做的时候，上帝能做的要带领我们一起来经历，在他心意中的大事必要成就。而我们愿意来活出自己的呼召，并且用行动表达自己的权柄跟责任吗？我们一起来经历。愿上帝赐福你，我是世界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